香港科技大学举办款台遗址的活动，邀请到伫尾80岁干乐阿公赖三义，甲伊的徒弟啊来表演着顶干乐甲骑高龄车，互大家拢耍甲真欢喜。 尾80岁干乐阿公赖三义和徒弟啊带来精彩演出。香港科大国际参与青年学习社举办环台遗址，邀请新望爱智能发展中心的学员做回动录，把我们早期玩的这些有的没的，来让现代的小朋友啊来多一点这个认识早期这些童玩。 因为疫情，今年敢若服务3间社福机构，以怀旧52做主题，除了和干乐阿公体验各种佚佗名，各伫菜单加入珍珠零迪。原本的5家服务机构变成3家服务机构，那我们也是希望明年可以持续办理环台一组，因为感觉会不一样。遗址活动拢是学生一手包办，希望和这份爱心的当一直传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